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曉睿 Lilian， 係幼兒教育高級文憑2年級嘅學生。我學習咗呢個課程1年幾嘅時間啦，好中意呢度嘅學習氛圍，老師對我哋學生都好關心同照顧。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呢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例如我會去幼稚園、幼兒園、英園同埋國際學校參觀，了解唔同學前機構嘅環境同埋課程，而且仲有參加唔同志願者嘅活動，去到唔同嘅機構，例如科學館講故事添。其中最深刻嘅經歷就係參加帶領 WePark 嘅活動。WePark 係 CECS 嘅 lab， 我參與過設計同帶領唔同嘅遊戲活動，學識到點樣為幼兒設計一個有趣嘅遊戲，同埋增進咗我對帶領遊戲嘅技巧添。每次見到小朋友喺 WePark 玩得咁開心，笑容滿面，都令我更加堅定我選擇幼兒教育呢個職業嘅信心同埋決心。希望透過我嘅分享，可以令你對我哋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呢個課程有更多嘅了解。快啲加入我哋啦！